好的，那我们就也是念诵文殊礼赞呐。拉玛当公布讲没样啦，恰切喽，看给喽的，今年真的年大那么大，是不是？今年推个继续学习年纪多光两把子，看到西边转上没人，门头东眼给谁外，着作观啦，普及大自然啦，主居阳电松。主打切着原木年龙来给加着这在进，马里没在东安牛今年就在热的南，对呢他进社区他村原点绿洲也是土一股，就这就当去年沿着大路没是江北养拉的。我们阿拉伯人那的，我们阿拉伯人那的，我们阿拉伯人那的，今天去给去了为谁去？大陆地母明白入些呢，嘎当电锯雄鹿多把伊，罗着宝贝那我在图是。老郑他等不来着呢，老郑第七个，等不了，那等不的了。念了名词、生词，我们先看生词嘛。这你们是第七个是？不是。你们是哪个？马章。后来有改的，马章。马扎，其实他那个课文里面会念马扎呢，你们那个里面是可以这个跟影片是对得上这个马扎马扎呢。这个也是可以用。那个马扎呢是在口语上面，就是用那个你们旧部的本子上面那个马扎呢什么什么呢是还有些有改嘛，对不对？看你们哪个地方有改，你们的印出来的跟的。有一个是你们看到马章吗？马章呢？你们这个是马章。马章。你们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会发出这个声音了，马扎呢马扎呢讲这出吧，这个讲这有字有修改是不是？讲这，你们多一个好吗？是马后脚是吗？讲这。
那我的印象当中，你们的字典里面看一下啊，讲这的这是我搞的，是不是这个这，还是这个字还是这个字？讲这你们字典里面啊，是这个吗？啊啊嘛，对不对？那我们写对了嘛？讲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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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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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都是意思是吵架的。讲这也好，出不也好，这两个都是在讲是吵架。名词啊，讲这么有，出不么有，否定嘛，不要吵架。出不么有，出不么有，讲这么有，讲这么有，哦，gap 是动词，讲的 gap，出不 gap 就是吵架嘛 ，gap，出不 gap，一个是破那个大概 gap，出不 gap，后头里面加不会说出不节，出不 gap，讲的 gap，一样的加，破那个 gap，那个大概加个 gap，讲的他说的是中间的那个加是有前加字有后加字，没有前加字后加字的话那是加。现在我们要是 gap， 对吧？讲的 gap， 讲的 gap， 出不 gap， 出不 gap， 出不嘛 gap， 讲这么 gap， 否定嘛，加一个否定，陪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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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就是西藏嘛，加一个吧的时候那个藏那个人陪吧，语义没错，字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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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其实字是算的意思，字是算的意思，但是字句就是交代，单一的字是算，然后是这是给，这吧，是吧？这吧就是给，那个字是记就是算，那个数学 NG 嘛，那个是字，就会安大的安，我们是那个数字是安，那个 NG 就是数学。NG 嘛，那个 G 就是NG， 字句，陪吧，讲这，出吧，马扎，还有一个马章嘛，これ，こら，去年，되게，
call 就是叫呼叫的一个声音啊。call 是看哪个地区的人在讲。如果是卫藏这些不会，就是 call 不会 call 的话，那就是没有礼貌了。但是对，康区会叫法会有 call call，call 就是外，嗯呃就是外 call 就是叫他人的时候就会 call 啊，就是也是一个我这边叫呼叫声男嘛，叫男生的 call，就女生的 more call more 啊，就是不是文化，就是一个习惯性的习惯性啊。那个卫藏的地区叫的时候不会这样叫嘛，或者摸的不会这，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就是地区不同的一个用法。啊，可以或者或者或者这个如果是在卫藏的话没有礼貌，这个叫这样的或者就是会叫你要是先生或者是给啦就会这么去叫嘛，或者婆婆仆会这么说，不太会用这个没有这个习惯，或者跟那个莫里的这个用法扩大扩大扩大，嗯呃。就是扩大指的是他的意思，扩大就是这个是卫章里面会用扩大，就是扩大卡的请的祈求，就让他做什么就做嘛，就是也是在卫章里面，如果用扩大的话，就是没有礼貌。夫妻之间吵架的话，我也用这个扩大。如果是对老公讲的话，扩大，这如果是就是对他人的称呼没有礼貌的一种称法。嗯，劝念是完全。我们这个看我们句子扩了扩了劝念，我们看句子再看这扩了是基本是扩了右手，扩指的是他嘛，扩是他，指的是他。那劝念的话就是劝念就是完全扩了用过扩了嘛的它有两种意思。我扩了这边的扩了，一个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他然后这边呢扩了是完全的意思呃，两个劝念起个嘛的，根本不会完全不会做事嘛。两个劝念起个嘛的，那拉萨口语里面也会用到两个扩了起个嘛的，就是两个扩了起个嘛的，就扩了就用了这个词汇这个扩了是相当于这个劝念两个扩了起个嘛的是吧？两个劝念起个嘛的，两个起是吧？做事嘛。你根本不做，完全不做事，两个扩了起个嘛的，两个劝念起个嘛的，嗯用个扩了嘛的，他完全不会来，用就是来嘛，用个扩了嘛的，用个扩了嘛的，是吧？用个人会来嘛，用个人用个嘛的，对不对？用个扩了嘛的，就加扩的话，他全对完全不会的，这个没有，不，对，大家会用。
되게 되게 되게它就比较对面的，就是比较远一点的话，那些嘛，对不对？那些되게 되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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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되게就是这些，在这边就是 되게比较远一点的되게 코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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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里用的 코라 是他自己嘛 코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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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코레 코레 코 코就是那个男性的代名词코是讲自己对对对，我指的是我对对对对对对对，코对对对对，코모 코모 코모就是女生讲自己，코모 코모手部得不敏度，我身体不舒服，코모 코바 코바 코바就是指的是他的简称코바 코바 코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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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코자指的是他们코나 코나是唯一第五个 코바 是它的简称，那 코 是我自己我男性的都讲光一个 코 吗？光一个 코 就是指的他코바这是一样 코 跟 코바这样是指的是他代名词对代名词这里没有 코모 코모 코바 没有不礼貌的意思这个我们讲的是这个 코레 코레对对 코레 是有点没有什么看区域嘛，看区域就是哪个地方去叫这个？有些区域是已经习惯性用叫人是就是用这样去叫那你们在那个像在南印，就是像北那个冈萨的话，我们会就比较不讲这个 Corey，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他是哪里来的那你就会直接讲先生或者是那个字写错了，男性护士后面有口字旁男性护士后面有口字旁，第二个对，这个中文叫那个呼词的那个呼，叫呼的那个呼，口字旁。这样用扩来了解了吗？这个코라 코라 코레 코레 코 코모 코모 코바 코바 코자 코자 코나 코나像这一个叫这个称呼的，有些你要看故事书有些时候就会遇到这些名称，你就会知道它指的是谁。Kora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是完全。对。我们也这边用了嘛的马章，对马章呢랑 개치기 말이 심제 마치다
semte machita semte machita semte machita 啊，马上呢就起始，我们用起始对，然开起个马的，然开起个马的，然开起个马的，这里是指的是不会出什么事，开起个马的不会出什么事啊。开起个马的是开有马的没什么啊，你是说开情不是重要吗？这里不是这个，这里是开起个马的是没什么事，开有马的没事，开有马的啊没开有马的没什么事，就是没事，开有马的这个开，那开起个马的。我把这边的中文是用在后面嘛啊，你不要担心不会出什么事。那中文按照藏文的话，不会出什么事，你不要担心啊，中文也可以吧？那然开起马的就是不会出什么事，不会出什么事。开起个马的就是不会出什么事，不会有什么事。什么叫马气就不用担心。什么叫马气？什么叫马气？就是不要担心，不要担心。然指的是这边的然指的是你，不是自己啊。马上呢，然开始一个是给然或者然开始个，就这个时候是你啊。这个。然是一个是自己嘛啊，那人家会叫你然什么什么，这个是拉萨的口语里面的，或者是一般的说话当中会用这个然，所以其他地区域的人会取笑，他们就很觉得怎么会用他人会然，我叫他的时候然卡的七个哟，你在做什么？我会用然卡的七个哟。他们会有点奇怪，哎，对，你会用对我称什么然啊？我们一般是然是自己嘛啊，那我们会称呼的时候然卡的就可以这样。那礼貌一点的话 kiran 卡的就有嘛，对 kiran 卡的就有，对不对？加一个 k， 对啊，然所以这个然我放在这里嘛啊，讲着每个卡的小呢，讲着每个卡的小呢，讲着每个卡的小呢，讲着刚刚讲的什么吵架嘛，啊，不管。怎么吵架？就是讲这么个卡的说呢，卡的这指的是这个怎么，对不对？卡的说呢，就是因为讲这是个名词，那我卡的也是怎么？那这边没有一个动词嘛？动词没在藏文里面，这个说是那个说了，说是动词，讲这说啊。讲这说就是说的意思，就吵架的意思。对，下哪的说了说，不是，因为前面有个讲这，这是吵架，要有个动词，所以要有一个说，讲这说就是吵架了。光讲的就是一个动词。不，光讲的话就是名词。所以这个修就是不管什么动词，少了动词就可以用个这个修，不一定。这个修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不及物动词，就是不是被动的，它是自动的。你吵架是不是刻意去吵架的？就是我们一般的吵架是有时候是不是刻意吵架，就是忽然之间，我们在餐厅里面忽然之间有一些动不动就会
会引起吵吗？不是，我不是到餐厅里特地来吵架的，我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会旁边的人做了什么事情，突然就会生气，所以像这种的用了这个动词是 sure 啊，前面有个 yep 讲的 yep， 那就是可以动讲的 yep。个月是需要，每个月是不需要，但是这里不能说需不需要，不是啊，不管这里要翻成不管怎么吵啊，后者是动词什么？对，这个吵架的这个中文那个有藏文那个讲着嘛，讲着是名词，没有一个动词，所以你要说 sure， 后者是 yep， 讲的 yep 就是可以，字就是被动的，讲的 yep， 讲的 sure 就是一个是被动，一个是自动的啊，它就是不是刻意的啊，所以每个月当然是单一看到不需要嘛，那这里是不是在讲不需要？你就是不止吵架，还是不管怎么吵？他说讲的每个卡的说呢，就是说不要说吵架了，就是不要说吵架是任何事情啊，讲的每个卡的说呢，是吧？讲的说的时候啊，我们讲的时候，吵架的时候会用一个说，对不对？那这个说是不只是吵架，说很多有嘛，出说是吧？给说，给突然啊，就是尖叫声也是给说嘛啊，给说嘛。对，说是动词，对，给说，对对，突然之间，出说，就是水突然流出来的，就是出说不就是河流突然像你们啊破一口，就是破口，或者是那个水坝突然啊啊，那出热啊，那个是要被动啊，你要冲嘛，对啊对啊，有人按才会去流出来嘛，不不，有些水坝是就是我们这边的出修指的是没有人这的，这有的时候是下雨下太多，它已经满出来了，有的时候水坝它就突然蹦出来了，像那种是就是出修，所以他就是用了这个修字，不管什么样的修，除了吵架以外，什么样的修都没事的意思嘛。所以讲这么个卡的修呢，不只是不只是吵架了，不管怎么吵，不管怎么吵，俺让做陪陪，俺让做锁门嘛，对不对？俺让做陪陪。陪陪，这是我们西藏人，这边有个坐歌，陪陪巴萨贝有坐歌，我们西藏人，加嘎，波利斯了，记住，记，注意，扩了，马里，记，注意，扩了，马里。这里的扩了相当于缺点，所以这个扩了不是他，这边有个扩了嘛，对不对？这不是指他，这是完全
劝你是完全跟 kora 是一样，口语里面用了 kora， 在我们电影那个影片里面他是用 kora 啊。雅哈是印度嘛，啊，印度的警察是不是？印度的警察，记住就是交代交给记住记住啊，记住个 kora 马嘞，记住个 kora 马嘞，一般是记住个马嘞。我们如果不用这个 kora 的话，记住个马嘞不会交给印度警察吗？他强调了 kora 就是根本完全不会交给警察，你再怎么吵都不会交给印度警察。布鲁斯了，这不行。雅哈了，布鲁斯了 kora 这不行，因为他在形容对，这个马累嘛，这个 kora 嘛，完全不会，根本不会。记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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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就是对对，就是我们有记住，也有交接嘛，交接也是记住记住工作交接那个是记住，两个记住对，记住。哪一个？这吗？不是，记住是一个名词，记住是个名词名词不会交代，这里不需要做格然后记住那做格的话，那这个做了什么是动词？没有这里的动词是这里的动词。好，这里的动词的话，这个 this 就是动词，这个 this也是动词，这也是动词，分开来去说明this 追击 kora 马，这个时候的这句不能，这句完全虽然是两个名词一起，但是这里面呢，两个都是变成动词，这追击 kora 马的，这追击 kora 马的，不能用你们念的时候，这句不是这样去念，这追击 kora 马的，这追击 kora 马的。这里要停顿，不利是了，是吧？这追击 kora 马的这追击 kora 马的这就过了那个是不是也不是属格，也不是做格，那个意是我们口语里面的起给马的，立给马的，有个给马那是我们口语里面的用法这个也不是属格，也不是做格是跟不是是跟不是是不是资质自恋，资质自恋是一个是交代嘛，一个是我是接受的人，他是交代的人，就是有两个嘛，就是我们一般是交接的时候不是有两个人嘛，所以自治自恋，自恋就是我是交接的人，
自灵是交接的人自灵嘛，我来收嘛，交给是自治，自灵嘛，自治自灵。那我们这自治自灵就是通常都会有很多事情，新的和旧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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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灵是接，对没？是交，自治自灵。交接工作的话要讲对对对，交接工作自治自灵，对，交接工作是自治自灵，自治自灵。要讲我直接觉得且马瑞或自治自灵当有动词的话，自治自灵且且啊，或者是什么时候交接？自治自灵可对的，什么时候交接？自治自灵可对的啊。那做这个动作，自治自灵且。那这个工作的话，自治自灵给两个啊。不录死了。哎，还有一句啊，还有一句的卡里纳塔，卡里纳塔，庭上，俺让去，不顾体给的，庭上，俺让去，不顾体给的，庭上，俺让去，不顾体给的，不顾体给的。哦，卡里娜他这不知怎么搞的，对吧？卡里娜这什么啊？卡里娜他不知怎么搞的啊？卡里娜他就是有点就是惊讶啊啊有点无奈的意思。卡里娜的挺伤是现在近代或者现代挺伤。俺让最不顾我们的，俺让最不顾体给的，就是俺让最我们对不对？不过是小孩嘛。那我这里是因为他讲的是西藏人嘛，他就讲现在我们这些西藏的小孩啊，挺伤俺让最不顾体给就是那些那为什么还有一个 D 在后面？啊。如果有这个，现在我们这些西藏小孩，不过体给低，提上俺让就不过体给低，强调嘛，那体给就是那些小孩，会变成这个那些小孩。呃，你是也挺上俺让就不过体给，也没有低也可以没有低也可以 He himself 啊加强一些加强的那个语句嘛OK，先休息，休息。挺上俺让就不过体给低。这也过去。亲密，别拿的，这哪里啥子？马上提的光线了吧？没带是研究呢。他看他饼干，看他头了大。你可要的除了单，只要是个对。我上第三选个是你搞的，你饼干三周可以你搞的，俺们那看对你给学校吧。 3周呗。那现在快保送了，还去到得下。 가시 타고 걸으시 주변에 이렇게 잘 가르치긴 하시. 공사적으로 송대 시간도 봐. 공부 송야라야. 단대절 전부는 용서 벤조 연구 침바디 토라. 벤조 사대 남로 용야라야.
gyure mila gotsöji mato pame longje tangyo mare sungsha. 소소 촉시 제거에 개침 버릇이 손샤. 치미, 세제 되린다. 아자 되잖아. 가서니 야부 쇼송아. 吃了当你要不学口，你都没要学的。 셰리콘 당송. 吃了 come on，当我你都能当我高兴点啥？I guess something good will happen to me today。吃了我就问这快进屁股了。 칸스는 추디 공개 쇼르바. 미스 유피비네 세나말레 튼다. 자베소서 퓨에디 카림비네 쿨롱디 야부시키나 딜라 페인 침부였고. 딜로스나 라스 파유니 냐만 타데버치. 다이네 대샤 아메리카나리아 추빌 침부인데. 간데나. 연접디게 표에 가블이야. 개체쇼디. 튼자디게 바 방디 부스티. 아니 바르삼리야 춘르레르 쇼에 체고고요. 왜 태경이 돼야? 나 두개인다. 쇼저 되린다. 拜张。 지미. 차세다 간댔어. 야, 차세 또 세워. 지리 라니 테모야 보자. 한 고야간 레야샤 고체. 한 카이스데 키요. 송제. 한 인가 레야샤. 톡제. 고송 톡스 또 승거. 무슨 한 라니 마살샤도 마살이야 고시토. 제가 마스 류기 봐 차마 차바나시. 제가 차마 차에 차되다. 류기 차 제한이 파에도 차가 차었어. 제가 차 세워가는 고송 투디. 말람이 하고 싶게 아니 저리도 생제 탐제 펜바쇼 말람 잡에나 사모츠르고. 디나 셰루칸의 지고다. 啊，吃了研究。 내가 예 차 세웠잖아. 야, 또 나만 년 보인다. Aus. Amjila meeting ko pengen sorches. 암지들이 알아서 몰라 봐봐나시 야부시라도 와. 당에 키랑 샤주의 제마제 털어 야알 가봐 당시 멋있게 긴다. Ta amji kore shajo jawrsde. Cheshan yegmarbe. Moge gyabgo dewe tanda. 가래 라스나 뭐마 개발라 샤주 치기스 에. 타라뇨 마세. 텐텐나 말이게. 항아라니 좀 한다고도 차서 보여야 돼. 몰라 되는도 저러 봐. 항아라니 당고다 도드니 파마스 당고 대바 마치베시 강에 간데 총소. 치서 몰라 야고 밥도니 정말로 대대라 쳐서 와. 다 딜랭게 개가 아굴라 가봐 당시 키랑 샤주 제마제 털어 멋있게 알아서 치긴다. 그 안에 가봐샤. 라우 농도인배 부 아마이 아린이 당기 아굴라 두에 가리 지가 삼아서 가신수스 에 알레 아니 소밀라 두에 소밀라 게임게 손도 친수스 에 아니 주저이배 가리 야 저거 계수스 에 헬로 저 베사자 나라니 보기엔 바디게 야에 중간 건다데 초밖에 없으기도 와. Ta Amerikebre. Yusho. 다 딜랭아 폴리스기 주면은 차. 아니 보고디 딘데 딱고 슈퍼란 게 앞대체 가르치기면 아. Semde maji. Ran sakzig majida. Rabo cheldonashi. Ran rabog tungdu konyowe. Nyeshaw. Nyama rabonshtuwa. Rabon ko kakom shinana chuzaga chembre. Dene ko gyuji chik til lebre. Rabon ko chutungwe kabliya. Hop dege chas yangaji sagwe kapke. Ko she ko takje yagoch majebje nam sabar samje kopane bechi. Semje gangololya lengyaga chembre. 아니 제리아 섬지 삼월로 용어제 다들간에 주인난이야 양가 첨부 싸워 통도와 관계 콜리아 gem쇼브레 제자 계란 레보젤로나 맞이다 가서다 완전 알아보고 쓴데도 쓰고 나는 좀만 시시 다 가대다. 맞은라 개직 말에 쌤데 맞이다 겸도 먹어 가리쇼네 알아서 베베 내가 보내줄 지 되게 걸 말해 가인 나다 대상 와서 보고 되게 되니 점사에서 축구랑 게 앞대체. 겸도 망보쇼에 저 산에 보내줄 지 말해서 지기월 가리 아니 라스랑 알아서 보고 되게 돼 폴리스 지제스 니라 마도다 니랑 중로가 샤고 나가 뭐 보직다 모직이 지다라 좀
근데 샤시다. 수시라 개데. 니 엘레레 이베 저저라 폰다체 군지예들라 뭐겠냐나 요거 뭐시 알아서 치고 말베. 뭐해? 네. 니 지대시켜라 고. 님 칼라 가르쳐. 영국 칼라에 영국라 가르치는 거 줘봐. 다 도지스 뭐 맞아? 알아 아니는 맞다. 딱딱하네. 얘기 님고 뭐 멋있어 말베. 가서 정배 전화 군주기는 칼라나 살 가시 시켜 당서 와. 다들 완전 식수니 깨는 말베. 뜨딩이 아는 게 주셔라 가봤다 말에. 요. What's up, children? 아, 이치게라 시켜만이다. 건다 children 대원인배. 대우이. children 아니 할 가진 꼴침배. 니 남한테 딩스 딩마서. 아나, 라니 카바나 계속 가듯이네 남이 걸으면 시에미도. 칼라고. 걔랑 할래 빈자 충하러 와. 청사자 부니 있겠어다. 땅 할래 선물도 스타임데. 아, 라니 보면 심지 맛있다. 맞네 children만 튕기드래. 안 암라 샤 동에게 가장 샤스와. 말은 남한테 셀라니. 쟁기도. 심지 맛있다. 아니 나다 다리 가진 꼴침배. 나한테 계속 주삼사. 키라지 예도 라 뭐갱이 유미 계속 주삼사. 저기 산 대우라미도. 쪽에선 같이 있어. 저기 산 가서 되는 대부 매워치니 맹가 좋겠어. 아니 암지스에 지나 샤주 치우시. 아니 뭐지 말게 발라 샤주 치나 로켄 데인가. 뭔양에 찌 유에다 요랑 가서 되라. 이네 그 몰라 차시야 상해 연말에. 간스네 잠잠 티기 여베서라 잠잠 티기 매베서라. 아니 마 튕기도 해. 계속 그 못티거나 만나마 가디를 라자래. 라도 바이나 완성해야 투가용에 야고도 와. 마찬이 저기 산还有韩文呢？这个吗？哦，是吗？OK，好，这边生词哦，总杀，预测，三年，让死呢，三年，预测，总杀，总就是居的意思嘛。那居住居的地方呢，就是总杀，杀就是地嘛，对不对？总杀啊，预测就是全部预测总杀预测，那就是什么？全部聚在一起吗？还有个地嘛，聚集地啊，就是按照这边的话，全部的聚集地，那就是任何的聚集地。讲任何聚集地的话，那全部嘛，任何聚集地。总康，比较少这么说了，总康啊，总社错康，太省略了，总康。我们要聚集吗？俺做总个应变，
总个音变，我们要句一句嘛，按做总个音变，总个音变。那个 key 也不是属歌啊，也是对对。那三念是当店嘛，当地三念，然我们刚刚讲到是你，说是据你说或是照你说，谁就是说嘛，然神呢是照你说，据你说啊，然其神呢，如果是做歌的话，然其神呢，因为他讲的嘛，啊，你说的话，就是这里没有直接讲，没有用那个奏歌啊。되게 되게就是那些，对，되게啊，로가就是另外的或者不同的，말들对就是坐嘛，말就是下，就是말들坐下，말들 야랑起来啊，起来야랑 말들 로gar 되게卡达게 되게啊되게 되게因为这个也是口语上面的 되게讲的是口语的一个发音是一样，没错，所以很多口语上面是没有固定的一个写法，所以用了两种。你们看，其实我们字典里面看用的是哪个比较多，就用哪个。되게那如果你要用敬语嘛，那请坐下的话，那这个对就要改呀。不是加一个却就好了，加一个这个跟中文不一样，中文你们请坐请加一个请就可以嘛，这个完全要改这个对，마슈对마슈就是请坐嘛，보샤슈 가사슈 보샤샤슈 가사슈 마슈 야랑 야싱 마슈 야싱，这敬语完全字要改，跟中文不一样。야랑啊，所以起来雅让，起床雅让，只是你是从哪里起的意思，一个是从床上起，一个是座位上面起。되게查了吗？你们되게这个啊，两个字都找不到，所以就是一个啊대가 대가랑 디구 대코나 대조 대신 되게
铁盖，所以啊，铁盖啊，铁盖就是铁盖指的是铁盖那样，或者是那里啊，铁盖郎就是就如那般，就是铁盖郎就是这个铁盖郎。指的就是这个铁盖郎，就是就如那般，铁盖郎，那就是这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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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盖郎啊，我要这样，像这样，铁盖郎，铁轨，铁轨，铁轨就是那边，区就是一个它的周围，所以铁轨就是指的是那边，那边，铁矿呢，就是铁矿呢就是几此，可以这么说吗？啊，铁矿呢就是只有这个，就是铁矿呢，一般是铁矿呢是在佛法上面的用语是铁矿呢，就是佛法上面用的铁矿呢，就是那个空性的用法也是铁矿呢嘛，铁矿呢你空性铁对你伢就你的你铁矿呢你真理嘛也是可以铁矿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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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佛语里面是空性嘛，铁矿呢你那铁矿呢就是仅仅是这个对对对的，唯一仅此嘛，对对对对对对，那这个中文要，那我这个中文拼错了是吧？仅此跟仅这个中文改一下铁座就是那些嘛，铁座。那提醒是如是那铁盖就是那些那些铁盖就那些就那些有什么差别？中文里面因为那些我以为是那边的东西。就那些那些时候就没有范围，没有那些拿过来，就那些拿过来，然后那些还有其他吗？啊，所以这个铁盖就是我们刚刚学的铁盖。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我只是用铁来举个句子给你们怎么中文多了一个字这样？请问那个贴形的用法，我可以讲说贴空啊你贴形吗？就说什么什么如是这样子吗？铁矿那你提醒贴空啊你给贴形铁矿那你提醒如是空性如是空性如是铁矿那你提醒可以铁矿那你提醒提醒我们说提醒图提醒铁矿那你提醒铁矿那你提醒可以没毛病贴醒修就是如是说这样子可以吗？可以说贴醒修吗？如是说中文有这样讲，如是
那个是底给打给推吧提起呢嘛，底给打给推吧，底给打给推吧对，如是我闻嘛，那个时候叫底给打，不是不是，但其实体型是它有如是的意思，但是它有很多不同的用法嘛。藏文里面不仅仅是提醒，也如是的部分是不只是这个词，还有其他的啊，啊。我们看啊，我们在笑那句中那句话，很好笑。对，很好像我那一句话吗？笑。真的吗？现在藏人小孩聚在一起都在吵架，舞厅也常打架。啊，他是不是他是只是气话这么说的嘛？总算有这了，总算有这了，出不着入叠起，出不着入叠起。他这口语里面用了出不啊，出不啊，总算有这了，总算有这了，出不着入叠起。叫我们用是着出不着的，总算有这了，出不着入叠起。总算有这是聚集的地方，对不对？任何聚集的地方。出不入，我们刚刚就出不入什么吵架嘛出不入叠起出不入的叠起是都在吵架这个叠是不是做的意思出不入叠起是他这怎么说？我以为是做，不是做，就是都整天都在吵架，都在吵着的这种的一个持续的一种意思。叠这边的叠，出不入叠就是也是在口语里面的用的就是一直都在。你们打巴了，你们打斜当叠起，就每天都在唱这歌待着待着就都待着吧，就是每天在吵架上面可以待着吗？不能用待着吗？在吵架的状态。就是一个状态做三年police 지 마대상 지기요래 조 산에 police 지 마대상 지기요래 州是主要嘛，主要什么呢？三年police就是当地警察，三年police三年是当地嘛，所以当地的警察当地警察。这是教嘛，这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是不是？这马这是否定嘛？否定这马这。那我们刚刚怎么没有把否定放在那个界的刚刚那个我们刚刚那个为什么把它放在最后面马类？刚刚那句话。刚刚他有很多否定，我们是不是否定在前面在后面我们教过嘛？否定是前面也有教过后面也有但是否定会在动词的前面。有，这里马这这就是动词嘛，那马这就是动词前面呢所以否定它一定是在动词的前面，马一定是在动词的前面的意思吗？是这样？几乎对。刚刚那个马类为什么是在类的后面？这个是跟不是马类跟是人马类就是不是不是是跟不是是动词吗？中文里面
是动词吗？对啊，那就是不是嘛？那动词在但是老师刚刚讲说那个借是动词，刚刚那句啊，这这刚不是这句，不是啊，就是字不一样的，就是用法有很多不一样的，不一定一直会用刚刚前面那个句子啊，它是有用法有不同的，讲话的过程当中。啊啊，有这跟马这个是有哪路跟没哪路，那个是过去跟现在未来的这种的差异而已，这个啊，哦，马这张啊，这是张那个是因为的意思，马这张它有个理由啊。就是一个这里讲的因素哦，就是没有交给当地的警察的因素原理，就是这个章茄章什么什么什么啊，银章这是它一个讲解一个原因理由哦，那这边的理由是也没有交给当地的警察的原因跟理由哦。就这里的主要理由是没有交给当地的警察，马这章啊，这马这章几个有的，아니 랑스나 ngaran주 보고 디게 police了 记住是아니就是那就是一个语气嘛아니什么是啊那然后呢照你这么说然后呢照你这么说哦然后呢ngaran주 보고我们的那些小孩对不对ngaran주就是我们的보고 디게就是那些小孩啊的 police 就是警察嘛记住就是交给记住谁就是你照你这么说的话这说是我们的那些小孩交给警察吗那为什么要两个？对啊，啊前面谁，后面又跟谁啊？걔랑스는 ngaran주 보고도 이제 police를最是还有会最是这个词可以用两藏文里面是可以用这个前面用一个词后面也可以用一个词照你这么说是就是交给警察吗就是说交然后呢ngaran주 보고 디게 디 police了记住是口语里面不会强调用谁这个词记住是然后是呢보고 디게 police를记住是记住是对没有那个谁像这样的一个语句是一个口语上面的一个用法嘛这个是听久了才会有这个语感没办法马上去解说没办法去解释清楚这种语感中文翻成是一个疑问
嗯，对，藏文是从哪里看出来它是疑问句？这边这就是啊，对对对对对对，照你这么说嘛，你现在这就是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是疑问啊，这是你这么说哦，看出来是疑问句。对对对对对。我了，让马对他，我了，让马对他，让了，中，罗嘎吉，谢过，让了，中，罗嘎吉谢过，啊，先你坐下嘛，啊，先你坐下来，先你坐下来，中文是你，你先坐下来，哦，这是藏文的语法。先你坐下来，你先坐下来。先你喝茶，你先喝茶。你先喝茶。啊，好好好，好。都是跟你讲。英文是那个直接放前面。这样啊，那 first 对不对啊？然后读老嘎中是故事嘛，对不对？那老嘎就是另外的，就是谢之说，所以这个口谢过是口语嘛，我跟你说另外一个故事，这个谢后面口，这任何一个动词后面加一个口是有这个就 love 过、谢过、庆过、撒过，都有着过，都可以加这个口。你给他了谢过，我跟你说，我这边是吧？给老嘎子谢过，着过，你也着过。我去，我来去，你也着过，你也着过，就其实，我没有什么意思啊，撒过吃东西，撒过这样。其实撒过，撒过鱼，就是有时候是撒过这个过，这个需要吃嘛，撒过，但是这个是不是需要的意思？我来说，我觉得那个果前面的动词一定是现在式啊。这个吗？对。就是现在式，或者是未来式，因为他还没讲嘛，我来说啊，过去式不行啊，我来说的。波摸阿吉达下肉阿吉达下肉阿吉达有时候是拜托了，就是有时候是拜托但是那为什么不要写拜托，写阿悠悠？阿悠啊？什么？阿悠呀？为什么不要写拜托？中文为什么不要？中文也会有哎呦呀，不会有这，没有这吗？有点撒娇的意思。哎呦，算了。没有吗？有了。对啊。有。算了啦。对。字不一样，对，字那个，哎呦，这个字不一样，对，一个口字，一个右。所以它是声音的意思吗？还是常跟讲哎呦算了啦，所以是声音的意思吗？哎呦，所以阿吉达也是哎呦的意思。
把这个字中文这改什么？托啦哈，不是拜托，有一点啦，它有好几个意思的。嗯像你跟人家讲，嗯哎呦，算了啦，那就是拜嗯托，不要再计较。哎呦，算了，哎呦，小肉就算了，小肉是算的意思啊。肉小肉，肉手可以啊，肉手小肉，肉手小肉是语气上面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意思算的意思啊。虾本身是放嘛，但是虾是放的意思啊，但是这边是小肉就算了，我们讲阿基塔的时候，阿基塔修肉，这个阿基塔讲的时候，那个语调会不会要有一点，不要那么硬，是不是有一点？不要那么硬，是不是有一点像台湾说哎呦算了？哎，可以，哎呦，算了，哎呦。可是拉长啊，60岁可以拉长。看他那个，你们去看那个影片，在影片里面他是怎么说？你们去看影片里面他怎么用这个词表情？他不是说讲另外一个故事吗？哎呦，算了，不是吗？就是他不是再讲一个故事吗？他就不想听了吗？对，太烦了。拜托还算，还有讲阿拉阿拉，那这几全完全是一个声音痛的一个阿拉，就是一个好痛，对，完全一个声音痛的时候，阿如我们说是哎呦，会不会？那藏文里面呢，它是阿拉就是痛的苏就是疼痛，足吧，就是两种，一个刺，一个是重，苏吧就是刺重，先有重嘛，再有那个苏吧就是比方是这里的苏吧有时是箭射的话才会刺中嘛，哪一个？那这些都是一个名词啊。不是，我说那是一个刺中，这是一个负面的事情吗？所以它是跟疼痛一起，还是它只是单纯的一个中性的刺进去的？没，这些都是一个名词，不要把全部一起连在一起。你们不要把任意全，有时候我会加一些其余的字来去加上去你们不要把这些名字全部连在一起造句。因为这里有个苏嘛，苏是我知道你们了解说它是痛，那苏吧，它不是痛，苏吧是刺中，就是不是刺中，就是刺到的话就中或者射到那个射中，那是苏吧，圣罗苏吧圣罗苏吧，对，圣罗苏吧，没错，圣罗苏吧。阿基达，但我那个要写错了是吧？哎呦那个，这个错字是不是？是错字吗？这个，哎呦，阿基达，阿卡卡，可惜呀，就是。这是音的意思吗？是刚
什么音的意思？是发出来声音的意思叫阿卡卡，叫做可惜，那个音的意思。阿卡卡就是一个可惜，可惜的意思。很可惜，形容可惜。阿卡卡啊，阿楚楚，阿楚楚，就是冷的时候，阿楚楚，这个一个感受的一个发出来的声音，冷冰冰的阿楚楚，哦，啊么么，啊么么，这有点啊么么，这有点是妈呀，啊，有的时候会哇塞妈。现在有一会儿，啊，对，啊么么哦，对，自己，哦，这个自己跟自己有差不多相似，自己就是我这边翻的什么呢？天哪，自己自己 ，Oh my God。啊啦啦，啊啦啦，令人惊讶的、惊奇的，啊啦啦，啊啦啦，啊啦啦，大家完全是那个疼痛的声音，啊啦，啊啦啦，啊。所以只有声音就只有这个阿啦啦。对。阿啦啦那是很高兴的意思。令人惊奇的，哈啦啦就是如果我们大部分是能用得上的，大部分在以为是东沙在平常生活上用，记得这个是经常会用得到的，记得阿卡卡这是也用的，出现一个事情今天倒霉阿卡卡好可惜这个是经常会用的阿卡卡就会用得到嘛，但是么么会用得到，都会用哇么么就是哇很怎么说很对，就是看到一个很对，对，那个阿嬷就是叫妈妈嘛，那个是通常是遇到你危险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心中会叫的那个阿嬷，就是有时候是你看不一定房子倒了，你不一定地震倒了，就是突然你有人吓到的时候，阿嬷不会阿嬷嘛，阿嬷就会叫这个，对，不会讲。这几个是也许让你们知道，这是有时候会用得到吧，就是让人家如果有这样去教的话，你就知道他的意思。我们也有好几个。上次是那个给商人讲故事，现在是去。接着讲故事南阿木，波吉达，摩吉有的，南阿木，波吉达，摩吉有的，就是有一个老奶奶，一个老太太嘛，老爷爷跟老太太，对不对？曾经，我记得，他就不耐烦了，就不想听了嘛，对不对？哎呦，我记得，让给主题，让给中题，小罗奇，你那个故事算了吧，就是让给中题，就是你的故事，你那个故事，让给中题，小罗奇，算了吧，就是别讲的意思嘛，别讲了。他他说这句时候，他就说他就疼痛了嘛，说他就开始病了，那他就问嘛，苏就是疼痛苏起炸就是形容词，它就非常
속시라 겹기두개 속시라 겹기두개那熟本身是一个名词，那要需要有一个动词来去说明啊。熟起来겹기두개非常疼痛吗？熟起来겹기두개那你这个地方说겹기민두的话不疼痛怎么说？겹기민두对，熟起来겹기민두熟起来겹기민두那中文的回复里面不会用非常吧？不会非常疼痛，不会讲非常疼痛，不对，只能会说非常疼痛，不会说我不会非常不会这么说吧？藏文可以这么说，熟悉了也对，你问了非疼痛吗？就非常的不会，就是熟悉了也根本都就是没有那么疼痛的意思，没那么疼痛的意思，不是很疼痛。对。熟悉了也根本中文也会讲不是很痛啊。对啊，也有比较啊，不会很痛。不会很痛嘛？中文是用很。很嘛，不会非常痛。不会很痛，对，就是这个不会很痛的，这个用法是一样，到这里了啊，今天我们，那我就把这个念一句，맞아， 간지， 축복， 펴봐， 记住，记住有两种念法。코라 켜내 되게 디케 코라 코레 코모 코바 코자 코나 마다네 랑 개치기 말해 샘제 마치다 간지 메고 가르쇼네 나란초 베베 자가라 폴리스라 지 쥐기 코란 말해 가르이나다 딩상 나란초 보고 디게디 좀싸预测三年让什么되게 로갈 말도 야랑 대가랑 디귀 대코나 대소 대신 되게 좀서 유체了 축벌을 겹대제 조산에 폴리스를 제마대상 치기요래 아니 랑스나 나란츠 보고 되게 디 폴리스를 지주스我了让马对当让了种老嘎子写过摸阿记得下肉알아 쑥 봐 아지다 아카카 어추추 아마마 아찌지 알랄라 아라라
알아라. 나가모 보지다 모지요래. 어디다 랑이 동디 샤로지. 알아. 숙시다 개비두게.好，那个小肉熊，当你身边tham见了，一心脑部来了呗，天朝这边300亿，大都七八的真不少，看到苏当这边在，等你归来面大心，现了300亿，超都七八的真不少，全浪滚都人有了，到今年木见么他，大先没入前边呢，真的多年多不少，让新人别心间你。力度差不多能通车，人间跌宕切不行，你把各位渐渐少。打了先给差多去，西古拉索米里边，全个人给200趟，这个线了比我少。看了大给偏大边，让我去我看西去，新都米里女钱呐，新年堂把打我少。多难我当900亿，偏的马上滚了不？买那当东野滚，3位打了200少。这大滚将去业绩，多别前面马把些，去跟有么些别了，前面青蛙来着少。那时候，徐天家。